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3半日嘅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有多位下晝2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電就會開始嘅。唔過呢啲關心近比關於清醒嘅疫情以前呢，啲鴉片呢有一類清醒嘅消息為大半大家。最講呢啲早晨嘅時間呢，高雄市政府為到愛防一條沙期武漢肺炎呢啲沙期都向來拆開來，故所呢就盼呢亞嘅相關呢實際嘅演練。一般演練呢，高雄市政府呢係啲亞嘅市委行政中心，還有鳳山嘅行政中心兩片向下來舉行。前主要呢就係加上講一個辦公大樓發生呢可能呢群起感染事件，故所呢總共呢係派出了204阿邊個，還有相關呢市政府嘅官員來做相關的豐富演練。喺高雄市長韓國瑜就有強調講，也嘅真正的戰場就係啲沙期。故所呢雖然講亞台灣的疫情已經有卡翻呢，唔過相關的防疫措施還係做唔得太太，未愛牢記認真做好來，也係以上啲早晨之間發生的清醒消息。再來呢，我哋關心到就係講呢，雖然講呢，也嘅武漢肺炎台灣的疫情看起來講，已經漸漸的有卡跌咧，也呢咪差唔多有300人嘅確診病人已經解除隔離哦。唔過呢，就係講認證一個武漢肺炎先前呢，大家對一個病毒其實呢都冇乜了解，也呢就有好早漸漸的針對一條相關的確診患者來作為研究，就有發現講一條病毒可能會對人體造成動態的損害。這條的部分呢，就係講嘅同多位患者呢嘅虛假改片都有相違法情形，先主要呢就係講認證病毒呢會攻擊人呢一個虛假，故中呢會造成呢一條虛，造成過後呢就當然好轉來就會造成一條相違法情形。然後呢還有像腎啊、肝啊，還有像腰嘅同多功能都會受到一個病毒的攻擊，會受到損傷。然後呢還有一下呢咪已經有同多位確診患者出現呢皮膜埋多面絲，還有4到面絲嘅相關症頭，嘅一部分相關症頭係有可能係唔會恢復嘅，故所呢一個病毒有可能會對人體造成永久嘅損害。然後呢就有好早就發現講一條武漢肺炎嘅確診患者，其實呢有同多人針對家條嘅一個患者來做研究過後，就會發現一個男性嘅頭暈數年呢會減少13年安久，韓國有從一條5性沒有可能會消失11年安久，也係蘇格蘭這篇嘅研究係針對一條確診患者來進行研究，故此呢睇嘅呢個好早呢就特別提倡講，一條慢性病嘅患者係尤其愛特別來注意來看人嘅新聞報道。英國當然有報道，由蘇格蘭共同衛生局同吉拉斯哥大學正嘅研究團隊用意大利武漢肺炎死亡人資料庫來做分析，那驗死亡人同其他病史，包含高血壓、糖尿病同其他心血管疾病一條，同世界衛生組織的疾病數年人含量表來做比對。分析出一條病例，男性死亡人頭暈消失13年，女性11年。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2%到4%之間，哈，這個是比一般的呼吸道感染還要高很多。那另外一方面是說，所有的感染症引起身體發炎的時候，它都多多少少會留下一些後遺症。新冠肺炎的話，比較嚴重的後遺症就是肺纖維化，肺部的那個換氣功能不佳，可能會導致以後容易發生肺炎，壽命就會減短。專家分析，新型冠狀病毒後遺症症頭還係要注意。另外，國際疫情未能完全結束，故所還係有對境外傳染大風險。拜到台灣又出現確診病患結束連續2年的無確診，醫生認為防疫工作還係做唔得太太。境外移入的病例還是有，那我們前一陣子有差不多9例的沒有明顯傳染源的社區感染。所以在這段期間，我們除了還是繼續加強境外的檢疫之外呢，在那個社區裡面活動，還是要注意個人的防護，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可能說不定還會出現一個不明傳染源的一個社區感染。對於對無感染隔離觀察幾多位目標出大規模感染，醫生分析，認證確診者都較囂張，整條相對較無按嚴重，未較唔會承認。另外，國人已經有大嘴美習慣，對廣大疫情這塊來風險未有幫助。記者先人家朋友組台報道。
第家新闻报道都方呢，这里看到呢，主要好在研究讲有动到慢性病患者，加上呢就会一直讲给体内嘅器官不一样的病毒受到攻击过后，就发现呢永久都唔会好转来嘅一道伤害，故种呢就会造成也嘅病人呢也到头晕数年就来减少嘅，一部分糖多嘅消息系真见动影响，唔过呢嘅病毒对人体造成嘅伤害都带有几太脑，一下呢全世界好在都限啲嘅经研究当中哦，唔过。呢一下呢，大家尽管前面所讲，一类武汉肺炎对大家生活的影响，都在内容时将会结束咯。其实呢，一下全世界的一个疫情呢。都看以来呢，有参的有卡患的情形，像喺日本啊、韩国也建议呢，疫情呢都有卡跌的同前一波来比，真正系确诊患者系少加同多的。故种呢，也全世界都开始伫讨论，来解除相关的封赏措施。第日本鸦片呢，庆祝用呢，就会讲，因为日本政府先前宣布的紧急状态，都会下礼拜就会到5月初6时节就会到期的。不过呢，像係第日本啲也建议，也咧確診人數差唔多呢，還係有翻高3年按度。故種呢，也咧緊急狀態呢，還有可能會綁從一張年末。然後呢，從也咧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佢就有同大家來強調講，也咧日本針對日本疫情，其實大家呢會有長期抗戰的準備。能夠有啲韓國嘅片，韓國也一波嘅疫情呢，正經上係有控制下來哦。前主要呢就講，幾件連電新業，韓國都冇先增加本土確診個案呢，唔過呢就係講，現陣從台灣以下嘅本土嘅確診個案見來見數過後，睇緊呢都卡風險呢，就可能會開始增加出去發通機會。故作呢啲亞經驗呢啲韓國嘅片啊，仲係有動到嘅機場，還有動到嘅觀光景點，就發現有動到民眾就開始出去留料。佢針對亞部分呢，其實韓國政府呢同台灣政府差唔多，就提倡大家為保持社交安全距離。亞部分呢將會相關嘅防疫措施，但係最一部分未為來做好，嘅一下呢係喺維持從先前按用嘅防疫準備來看嘅新聞報道。一下到係日本舊年嘅黃金週假期，因為疫情嘅關係，各地都冇從過去按鬧呢，過去來請特色。釣りが好きなんで釣り行ったりとかしてますけど、今はとてもそんな状況じゃないんで、はい。日本因為武漢疫情確診死亡嘅人數，喺初日已經有500人哩，確診嘅人數未有15000人。一下5月初6經濟事態宣言就到期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講，喺通過專家建議過後，考慮要將期限暫後1週日，隨時就會做出正式嘅決定，同時公布。最終的には各地域の感染状況、また最新のデータを専門家の皆様に十分にご検討をいただいた上でご意見を伺い、5月の4日に決定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已經連4日冇本土案例，因為經過2日7日6月，每場幾日天喺南韓，4月30到5月初5，未係黃金週假期，昨日金浦機場喺連假前1日就已經有萬個人下來嘅。同時記住到，未安算喺假期期間，將會有18萬嘅國內人下來。官方係強烈嘅要求，要保持安全嘅社交距離，行過戴嘴嘅咩？一定歡喜嘅為順田連皮工廠完工建材，20日無少無息嘅北韓兩頭人競爭案，拿到一定歡喜打破外界各種嘅傳言，對北韓投走到南韓未來韓國黨嘅2年次成果，本單講99%確定競爭案已經死亡。最近一個禮拜就會公布相關嘅消息，一下一個預測無正確，到一下次成果還無做出回應，記者做諷刺，總監講整理報道。從邊台辦呢喺行政界上面對境外入來嘅確診個案，一下仲有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電就會開始嘅，而家呢就嚟看一下現場情形，來了解近邊關於疫情嘅情形發展。好，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那谢谢大家锲而不舍来关心国人健康。那今天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那指挥官在副指挥官在我们陈指挥官的左手侧，那右手侧是我们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张教授。那在我们后排呢，从我左边这是我们的国防部副部长张副部长，然后在副部长左侧的是我们军医局的刘局长。
在我右手侧是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祥庄副组长。那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形。好，那今天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报告，我们今天没有新增的确诊个案。好，那累计到今天哈，现在我们总共有332个人已经解除了隔离。好，那至于在整个的舰队的方面哈，我们接触者是1995人，其中584人为居家隔离。那还有我们已经采检的484位，480人为阴性哈，那很少数的哈还在检验中。那整体来讲，今天照理到今天的凌晨哈，应该是我们在集中隔离的时间已经满了。好，那但是为了确保大家的一个健康，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再度采检，好，到中午应该都已经采检完毕，然后陆陆续续送到实验室来做相关的一些检验，那总共是有713人。那返家之后都是阴性，那就可以返家了，那如果还有阳性的话，那恐怕就要再采检一次，那才会让阴性的人都回家。那回家之后也要落实我们的自主健康管理。那整体在这一次的一个独立的事件，这样一个敦睦的远讯的这样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然引起社会的恐慌，那政府当然跟民众大家表达我们的歉意。不过这段时间我们跟国防部也都加强沟通，对于相关跟这检疫有关的一些相关的 SOP 也都组织了一个专案小组做相关的研议。那对于一些可能要更新的或一些改变的双方都做过很好的一些讨论。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到远地去，那航程很久的，事实上在船上要做一个诊断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可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做诊断的情况之下，那要靠判断事实上就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现在也就海军这边也准备，就是说在船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出去比较久的来配备这种简易型的这种 PCR 的检测。那刚好这国内有相关的一些厂商也通过我们的一些验证的手续，也正式拿到执照，所以这个事情也会持续的来进行。也不管是在国军那或者在我们的偏远地区或是离岛不方便来设立实验室，而确实有检验的必要的，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来做安排。好，那希望国防部我想持续的还会跟我们一起来努力。不过这次虽然有这样的事件，不过指挥中心跟国防部在事后很迅速的把这些相关的官兵都能够召回来做集中检疫。常常有人问，就是说，那为什么这次在社区我们能够守得住？那主要就是说我们能够及时的召回，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有秩序的把它召回做相关的检疫，让事情能够顺畅的来做。那国军的官兵也非常的配合，相关的一些讯息也能够让我们疫调能够了解，所以能够很精确的把需要隔离、需要检验的人都能够及时的掌握。那这是造成我们这样社区里面守住的一个最大的原因。那另外，我们这个国防部要不要跟大家讲两句话？陈指挥官召集人，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好，我是国防部副部长张泽平。我想首先在这边一开始，我必须要代表我们国防部，对这一次敦睦支队的染疫事件，向大家再次表达歉意跟遗憾。同时我要非常感谢我们疫情指挥中心，在这一次敦睦支队的官兵和学生集中检疫的期间给予的指导跟关系，当然还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对我们住院的一些官兵学生，能够无微不至的悉心照顾。第二个就诚如刚才指挥官所说的，我们在今天早上实施了再次采检以后，那至于后面是否能够顺利的解除管制，我们都会依照一起指挥中心的指导来执行。在确认没有感染的
疑虑之后，本部也已经安排他们回家做自主健康管理，同时相关的运输交通也做了缜密的规划，会针对前次我们在检疫集合的时候所犯下的一些缺失，或是我们一些疏忽的地方，做了再一次的一个强调，使上次发生的事情不会再发生。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现在也依据疫情中心的一些专家学者的建议，我们国军现在已经正在积极的整合我们国防部的防疫指挥机制，这个机制最主要就是我们会与疫情指挥中心要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如果有舰艇长期在海上实施侦巡，我们也将规划配置所谓的 PCR 检测仪器，能够借由快速的诊断、及时的应处，然后让我们的所有的防疫的作为，能够更加的完备。在这边我们也要跟国人报告一下，我们这个敦睦支队按照他们的计划成功的完成远海长训，也达到了计划里面的战备训练跟敦睦的计划目标。希望国人也可以给他们支持与肯定。那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的训练都是我们战力累积的一个泉源。国军的战力就是透过不断的训练累积而成。那这一次不幸染疫事件，那我们会继续教训，希望未来能够更为精进，也希望国人能够继续给我们爱护与鼓励，因为国人的爱护与鼓励，更是我们永保高昂士气的一个基石。所以唯有国人对我们的鼓励跟爱护，我们才能够在既有的基础下勤虚苦练，然后有能力有信心，能够担负起保国卫民、守护家园的重责大任。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国防部哈，那也特别的呼吁哈，就是这几位官兵解除隔离之后，当然要做自主健康管理，不过也请大家要谨记，他们是最需要被关心的一群人了哈。我还是再次强调说，没有人想要去染病嘛哈，也没有人想要做接触者，那他们这样子的有接触到了，那又被隔离了很久，那再出来。需要社会给他们多关心，让我们大家都站在一起。那另外，当然我们今天很高兴那这天是一个零确诊，那也到今天我们有21天是没有本土的案例，那确实看起来台湾在社区里面这样的一个风险越来越低。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其实这个时候更是我们需要戒慎恐惧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把个人的防护放松。我们指挥中心也在这几天不断的强调，我们要慢慢退回到个人的一个防线，但整体的疫情也要看我们个人的防线能不能做好。并没有要求太多，但需要做得很确实。再度强调就是说，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那戴口罩。那希望能够配合，有些地方需要量体温，尽量配合；那有些地方需要登记做实名的，那也请配合。很多的事情大家能够把它做得确实，那就不会再有第二波。当然，我们在医疗体系也准备好了有任何在我们这样子一个可预期的风险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把它掌握好，照顾好。那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看看这里面当然有些人要写到，就是当以前在西班牙这个流感的时候那在美国这时候那时候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例子了就是说费城在圣路易斯两个城市那在费城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在相关的这些防疫检疫上面做了很强烈的一些措施。所以在前面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把死亡率就飙高了。那圣路易斯有做了一些相关的管制的措施，所以初期它就比较低。那可是经过一波的流行之后，那因为大家就放松了。那但是费城因为那是高流行率，流感都知道，那时候以后得过的时候就有一定的一个群体的免疫，所以它就降下来了。可是在圣路易斯那边就再起了一波。那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努力的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在这个坡底的这里我们现在大家都
可能在这个地方也好，在这个地方这也好，但我们不希望这一波再起来，那我们靠的是什么？要这一波让它不再起来，靠的就刚刚我讲的说是一个个人的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个人的一些健康的行为的养成，如果能够养成，那就不会发动了这第二波。那当然我们不期待说完全天天都零确诊，它一定会有一些零星的个案。可是把这样的一个传播链，个人之间都切开了，它就不可能变成大型的一个群聚或大型的一个社区传播，那我们社会就会安全。那相关一些的活动也都能够展开。那我希望我们在谨守个人的防线，守得紧，展现我们的高素质的一个国民水平。那把这样的一个防疫可以做到最好。历史的教训大家都看得到，但怎么样避免历史的教训，要靠我们国人的智慧。好，那以上跟大家先做这样的报告。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各位长官好，客家电视台提问，想请教一下，说这一套简易的检测装备，未来会成为国军、海军的标准配备吗？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配备这一套的检测设备？是每一台船舰吗？那预计会多快的？谢谢。我们在规划里面其实强调一个重点，有点类似敦睦支队这种长期要在海上巡弋的团舰，我们会在舰船就会配备这个 PCR 的检测仪器。那其他的部分，我们会在几个重要的海军营区、阵地、港口会做必要的配备。事实上，人员在上场执行任务之前，如果说有些疑似的病例，比如说发烧咳嗽、感冒，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仪器能够做快速的筛检，然后来决定这个个人的任务是否执行，或者由其他的同袍来取代。好，以上报告。报道者提问，想问一下关于那个简易型的 PCR， 那目前之前我们有报道关于工研院的那个 PCR， 是不是这一次就是用工研院的？那另外这个既然可以配置在舰队上面，那未来是不是也会配置在比如说机场或者其他的港口的部分？谢谢。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其他相关的，其实这是我们已经通过 FDA。这是我们现在通过 FDA 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试剂，那我们才会拿来做使用。那当然，未来有更多有更方便的，那当然随着这些相关的器材的出现，那有各种不同的因应的措施来做一些配置。那这些比较简易型的，它相对的每一次的量，事实上是比较少。所以就是说，在一般有检验量能的区域，那就不至于有这样的需要。但最主要是在那种要运送简体啦，这样的一个路程的遥远或者时间上的不方便，所需要做一些配置。所以在我们这边的话，在卫福部这边我们会考虑在偏远的地区或是离岛的区域，来做相关的一些配置。午安，中视提问。今天很热哦，那未来一周都是这样30多度的高温，在这样的天候状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对于疫情会相对乐观？另外，高温口罩真的戴不住。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有冷气，但是大部分的学校教室是靠几只电风扇在吹，小朋友戴口罩真的是满头大汗。想请问中央有没有一些弹性？那第二个问题是，新北市已经针对一些公有的场馆说渐进式的要开放，那台湾已经21天没有本土的病例，我们会不会针对一些限制有条件的来开放？有没有一些项目，比如说是医院的这看病或是大型活动？谢谢。好，有关于这个气候温度，从以前开始，疫情开始，大家就说，参考过去的我们的常见的流行的呼吸道疾病，通常都是秋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流行嘛，哈。然后到夏天高温的时候，通常就比较不会流行。不过这个当然是一种理论啦，哈。那实际上，在温带地区当然很清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包括流感的流行。可是热带地区其实这种现象就有时候就不太明显，哈。那所以流感，
在我们的热带，比如说新加坡这些靠近赤道的地区，也不是说不会发生流感哈。那时候他们的季节性就比较不是那么明显哈。所以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哈，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观察密切的观察了哦，因为现在不同的学者还是有不太一样的看法哈。所以当然我们是期待这个气温变好了以后，那确实它的病毒的活性、流行的活性可以降低，对我们当然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不过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病毒哈，所以我们也还是不可以太大意了哈。还是刚才指挥官说的哈，我们还是必须的这些。该注意的事项哈，该注意的防疫的一些特别是个人该做的一些事情，可能还是要暂时还是需要谨慎一点。那对于相关的场所的部分，我们在上周有先做过一些初步的讨论哈，那包括运动赛事的部分，那艺文活动，那甚至像在这个登山的山庄等等。那对餐饮业的部分也是哈，那我们会先汇集各个机关，他们那一天讨论完之后的相关的资料，汇整完之后，我们也会再给地方，让地方政府也参与表达一些意见之后，那我们就会逐步来做处理。那像这2天大家可能比较都注意到的是，台湾大家非常重视的职业运动棒球的部分，那中职联盟他们初步已经送进来的计划它会是整个场地，包括球员、裁判工作人员等等，那初步还是先以500个人为这个最高上限，所以这样算下来，大概初期会开放给观众入场的部分，大概在250人左右，那这个会是初期采取的开放的策略，那逐步按照疫情的状况跟开放的状况再去做适度的调整。其实有时候在疫情期间这样的情况就是要关要开，其实都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了都面临了很多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这边当然是对整体的一个大家对于自主的一个要求我们是有信心，那对这样的一个这段时间所做的相关的一些措施，那我们也觉得有达到效果那所以我们才走着往开的这样的路去走。但是开的时候其实原则都一样了大家都想问说，那指挥中心什么时候要开，什么时候要怎么样，什么时候要怎么样，那我每一次讲就是说看大家自己管理的怎么样其实这2个东西就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愿意走上开的路，可开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就是说，那自己这个单位里面他的管理的能力够不够他愿意不愿意去做这些相关的管理的作为那第2个也要牵涉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整个管理上，不管是警力或相当宣传的人力是不是够，是不是来职工这样来做分配，那这2样基本上他都做得到的时候，那当然就是逐步的开就好像我们说这样子一个职棒那如果能够适当的分配人秩序很好那大家也口罩有戴好，那也没引发什么样的问题，那当然逐步人就可以变得比较多所以还是缓步的向前走。请教指挥中心这边是央广，因为像去年在这个时候，其实部长都在忙这个世界卫生大会。那我们知道最近就是 AIT 已经说了会连续好几天为我仗义直言那想请教一下，在这一段开会之前段时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不管是在外交上的文宣，或者是我们整理什么样的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上的一个方案，有没有什么样的更具体的方式要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一个策略？谢谢。当然我们准备相关的资料不断的更新那然后由外管来各地方来做相关的推动。那我来讲就是说，这是大家都看到台湾了，那我们台湾必须要拿出东西让大家看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相关整理，不管从
决策的方面，或大家怎么样来配合，那实施的一个步骤，跟世界疫情的变化，跟台湾疫情的成果，我们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最实际的例子，让大家看到台湾模式到底怎么进行的。指挥官好，民事提问，想请教，今天上午的时候，桃园市长郑文灿有带案430澄清，就是那位60多岁的旅日华侨说，他不太是属于明知故犯条例的这个原则。那不晓得指挥官怎么看？这样算中央地方同调吗？因为现在有网友说，他毕竟是双重国籍，回来也是个人的事情要处理，但他医药费要全民买单的话，这部分你要怎么处理？以上，谢谢。基本上我没有办法同意这样的讲法了哈。大家都是国人，就享有一定的权利。那所谓的明知故犯是要很清楚，你是隐瞒，或是我们已经事先的规定，你故意去违反取巧，才有这样的情况。还是一句话嘛，没有人想要生病。那生病来边境有边境的检疫的方式，那我们的要求就是健康声明上就是要清楚的填写。让我们的专业人员能够在上面把可能的人拦下来，不要对社区造成影响。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所谓的明知故犯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对，我想这个情形都是一样了哈，就是大家还是要将心比心，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不方便或者有一个需要的时候，那就要大家互相支持嘛要不然以疾病来做一些相关的界限的话，那实在就变成就乱了嘛那台湾还是忠实的健康人权的拥护者了。你好，大一电视想要请教国防部有关于对于敦睦舰队的官兵之后假设出关的话，刚刚有提到交通的规划会做一定程度的改善，可以再详细的跟国人做说明吗？谢谢。其实这个所有回去交通的规划，我们在上个礼拜也启动。那我们启动特别有注意到上一次我们在集中检疫时，我们发起这个疏运所造成国人的一些批评跟疑虑，我们都纳入我们的考量里面。那这一次我们是采取所谓的伪商运输，在指挥中心他认为可以解除管制，确认没有感染的疑虑的时候，然后我们用伪商总共有44部的大众巴士，然后再请人员回去。那回去的途中，因为已经完成采检，没有感染疑虑，所以驾驶跟我们的搭车的人员都是只要戴口罩。这也是经过我们跟疫情指挥中心做讨论的一个结论。他们回到他们住的地方的时候，是在最近他们可以步行回家的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的选地是避免人潮汇集。简单来说，就是会比较空旷的一个地区，然后让他能够步行回去，或者他们联络他们家人来接。那么回去了以后，就也会按照我们现在给他的宣导，他们会做好后面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期待这件事情在指挥中心的指导，还有我们的一些关怀跟提醒，这件事情能够在后面自主健康管理的7天以后，能够圆满的落幕。谢谢。指挥官您好，我这里是放言提问，就是昨天新增的3起境外病例，那想要请问说，他们让台湾无缘7+0，那遭到痛批跟漏收，那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相同的感觉，就是好像有老鼠屎坏一锅粥的那种感觉？没有完全没有那样感觉，有一点点失望但没有觉得有人来破坏。这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一个风险。长官好，台视提问，想问一下，因为最近印度的这个撤侨班机就要回来了，那滞留在马尔地夫的这些台湾人反映说就是被政府丢包，那外交部是说是因为这个包机费用他们有一些因素意见分歧，那后续的话，目前现在有没有让
有没有一些办法让马尔地夫的这些台湾人回来？那可能协调的困难点是在哪边？还有另外就是那个台北市教育局说，如果指挥中心这次连假还有发简讯示警的话，可能会要求学生来查师生旅游史。不过这目前部分是不是已经没有这样的疑虑呢？还有这一次的这个1968的 APP， 它发挥的成效目前看起来如何？马尔地夫的台湾国人大概有28位在那边哈。那我想整个疫情爆发、全球爆发之后，那全世界各国都采取了有严格的这个边境的管制，所以入境出境都有所管制。那世界各国在协助他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国人，都是采取协助国人返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跟措施哈。那我国也是一样，所以不管是武汉、日本等等，那这一次的印度，我们都是采取协助国人返国的这样的一个措施跟方案。那马尔地夫的这28位国人，因为他们都是到马尔地夫工作，而不是经商的国人哈，所以在经济上都比较是艰辛一点。那外管从一开始接到就在协助，不管是在马尔地夫的出境，或是在印度的入境的部分，都要必须去沟通跟协调，才能促成包机的这个事情。那包机他也做过了一些沟通，也协助了这个国人去取得这个相对的包机的机会。那因为有一些价格上的一些问题，然后那当然中间还是不断在做一些协助哈，不只是协助包机的机位，那也同时要协助沟通从马尔地夫的出境跟印度的入境跟转机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外管的同仁在努力沟通的协助。那我也希望在马尔地夫的这28位国人能大家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我们也知道他在那边的辛苦。那这个过程里面，在这样的疫情的状况下，大家都必须要共体时间，一起来努力克服解决。那很可惜，比较可惜是因为明天印度的班机大概是在台北的时间12点半左右就会起飞到印度去。那可能在这一次会来不及，那后续是不是印度还会有在班机，就要看印度当地的这个国人到底有多少，那大家才能再继续来努力来促成哈。部长你好，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昨天那3位确实让大家比较失望一点，然后后续有一些比较不理性的一些作为，就是例如说肉搜等等，也要求公开姓名。可是查了一下就是说，他们出国的日期大概都是2月初，要2月22跟2月21这2出去的嘛。那当时您说要公布姓名，当时是应该没错是3月16号左右，所以他们是不是应该不符合所谓的要公布姓名当时所谓的规定，也不是明知故犯，因为他们出去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比较不符合，就是说要公开姓名或者是说相关的事情。那我们对于他们的照顾是不是也是比较类似于原本一般在国外工作或者是念书那一类相关类型的人回来，而不是说明知故犯宣布了再出去再进来的这些所谓的要件？当然是这样子了哈，一个是时序，那另外一个我们大概众所我们宣布之后，真的是除非真的你就是去玩的好，那如果你去工作有商务的需要，也都不会在这个范围以内的。指挥官好，中天提问，一个问题请教，就是美国的 FDA 批准这个瑞德西韦是可以治疗重症的，那么对此指挥中心怎么看？以上，谢谢。好，第一个当然就是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的一个临床试验已经有初步的一些结果嘛。那第二个是这个
公司所主导的跨国多国多中心的一个临床试验，之前也跟大家报告有2个临床试验同时在进行当中。第一个临床试验是对于重症的病人是全球收集400个个案那第二个是中等程度的病人，是全球要收集600个个案来做临床试验。那是重症的部分已经先有一些结果，它很快就收完了，就是临床试验个案纳入试验很快就做完了，所以结果也很快就分析出来了那这分析出来初步的结果看起来就是相当的不错嘛那在不错当中，那当然就是有美国的FDA 那就有这样的一个紧急授权的紧急通过的一个模式，那用这样的一个资料，那因为先过的就是重症的部分，所以它先通过重症的可以紧急使用那中等程度的个案，那可能就是要等它另外一个临床试验的结果以后，是看初步的结果如何，那可能会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另外一次的申请所以为什么只有重症的部分，就是根据因为已经有一个好的一个临床试验的一个结果。你好 ，TVBS 提问，就是前几天我们有条件的开放，就是长照机构只要有预约实名制的话就可以进入。可是新北市府现在好像还是觉得这样子的风险太高。那他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规定的话，那我们中央这边是认同吗？还是有不一样的看法？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有提到说，现在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嘛，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不太想要戴口罩，或者是可能戴了也会起疹子。那我们这边会不会给什么建议？比如说在人多的时候还是尽量戴。或者是说，在空旷的地方就可以把它拿下来，谢谢。当然，我们开始就讲，就是说要维持社交距离嘛，那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那请把口罩戴起来。那个人的卫生、洗手相关的习惯还是最重要。然后第二个，我刚才讲说，在我们的开放里面，我们只是说，建议可以这样子来走了。那至于呢，在地方要不要做一个，当然是说我本身的这个区域。比如我这家长照机构，我认为这样的风险很高，而且我家长大家也没有说直接这样的一个压力在，那我觉得在管理上会增加很大的风险、很大的困难。那我希望就说不要，我继续要再做比较强一点的管理。那在整个疫情没有完全过去之前，要强化的措施我们都不会反对，除非你违反了相关的一些人权而没有经过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沟通。那至于地方也是一样，地方它因为地方要肩负它管理之责，如果地方在管理上的量能上面觉得有各部分的强度的不同，所以也可以地方来做相关的一个决定。那但基本上也不要违反我们基本的一个人民的权利就好。东森新闻提问，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按照规定，从国外回来的国人，如果没有任何的异样的话，还是要进到防疫旅馆。那我们这边有接到一些在海外的国人，他们认为说我们的防疫旅馆的价钱似乎偏高。那当然，每个人的经济能力条件不一样。我们指挥中心先前也说过，说或许未来疫情再趋缓，我们考量一些外国人进来台湾的时候，可能会再扩大防疫旅馆。那我们有没有考虑说，在防疫旅馆的等级方面，可能能够有不同的等级，甚至会有一些比较低价一点？或许有些人他可能经济能力不是这么好，那他可能也真的不需要做到这么好，会不会考量有一些放宽，或者是让这个旅馆的数目再增加？谢谢。那其实是有一些防疫的旅馆是相对便宜的，有不少是便宜的，只是现在当然那个心结还没有打开，所以有些就旅社他不愿意就直接在网上去登录他的名字跟价格，所以反而要到了最后跟那个县市政府那个媒合来做媒合，所以有一些愿意讲出来的，大部分好像价钱都比较高，那有一些比较低，还觉得说这样也没赚到什么钱嘛，那一下就暴露出来，是以后大家就对我有一些警戒啦或什么的，其实是不会啦，检疫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嘛，都是一样是人。那万一他在这期间里面他确实发病了，那发病那个处所我们一定会把它消毒得干干净净的，
好，所以检疫的地方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的一个可怕。我常常讲，在检疫这样的一个处所里面，好，那要谨慎，要小心，但是不要恐慌。那大家对于检疫旅馆的态度也应该是这样子。你好，联合报提问。首先想要请教，就是说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讨论解除封锁所需要具备的准备包括哪些？那我想也同时想要请教指挥中心，就是我们目前考虑我们还需要哪些准备的措施？除了退回个人的防线这部分的要求之外。那再者就是有关于我们这5.1连假，我们有推出了 APP 人潮示警的这样子的措施，那想了解一下这个实施的状况，比如发出了多少示警，针对哪些区域，那个人潮预测比较失准的部分是不是也已经有改善了？那再来就是我们明天开始入境要通报，那想请教一下指挥中心这边是否已经有掌握有多少人通报明天即将要入境，那他们检疫处所的安排情况如何？谢谢。入境通报呢，本来就在做了，好，只是没有全面，好，那现在是要全面再来做。那至于APP 的情况，这2天呢？1968这个APP 还是要跟大家说明，就是它是一个提供民众出游、那热门景点、那有一些人流的资讯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这段时间下来，我想交通部他们也会收集一些相关的资讯，那让这一个人流的资讯更符合我们在防疫上的标准，那也提供民众未来在出游上面可以更多的资讯的这个掌握。那还是再次的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1968这样的一个 APP 是在建置各个景点。那各个人流的一个状况，让民众前往出游的时候可以更完整。那未来也不排除交通部他们也不排除会将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些意见纳进来。那这几天刚好是他们去做也可以掌握实际的状况，去做一些背景的调整。那至于就是说相关的措施，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就宣布，就是说，基本个人的防线要来把它做好。那相关的都站在一个服务。那除了边境上面，还是一样会持续做管制，好让台湾的内部更稳定的，那才会来做另外的考虑。那个人的防线还是我讲很多次，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有几方面嘛，一个就是你规定什么，那第二个你要不要做到。第3个是不是有适当强度适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监控或是一个管理的方式？所以第二看个人愿意把它做好没有？他可能就是说要戴口罩、洗手、社交距离，那可能适当的时候量一下体温，那体温过高会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就不要出入公共场所。好，那如果有需要就赶快就医，那也跟医生清楚讲你相关的一些接触史或是旅游史。好，那至于在上面，那人流多的地方，尽量不要去挤，好，能够找又空旷又舒服的地区。那这里面要做到这里，一方面也牵涉到了自己的一个行为，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牵涉到了地方的一个管理的作为。好，那这2个地方都要看看，就是说能不能做好地方管理作为，是不是那样的一个量能够够？好，因为地方政府事情也非常的多。好，所以相关的一个地方怎么样来做，才能够把它做好？那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事实上行为的改变是困难的。好，要出入什么场合，大家都喜欢讲，就是说人流越多，好像我们去夜市嘛，我记得好像到夜市的门口看，整个夜市里面都没有人，大家想就说不会想要去啊。那人越多就越想要去嘛。好，这都一直的习惯就是这样子，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就会变成有一点困难，选人比较少的地方去，好，那要改变这个困难。好，戴口罩，天气变热，我们对天气变热能够让病毒的传播是不是能够变弱？我们有期待，但不敢信赖了哈，因为这病毒我们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它，所以口罩也只好再忍耐着戴。那为了在戴口罩非常的痛苦。好，那就可能就是要尽量的不要人挤人，稍微空旷一点，这会比较好。那这些措施
没有针对任何人、任何的行业，任何的情况，只要相对的团体、相关的行业觉得能够这些措施能够做得好，那地方政府也能够有相关的一个管理的措施，确保能够这样做，那当然开放的速度跟时间就会变快。然后最后这段时间在1968，其实我有一个心得了就是看到1968，事实上不容易做。以后我也跟教育公部来谈，就是说可能多跟地方政府谈一谈吧。因为这里面跟地方政府的一个管理的量能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了他能够承受的程度或怎么样的一个作为，这可以想。然后另外就是标签化的可怕了我们有时候在谈说标签化，不要把人家标签化的，那以前还不太觉得说标签化的可怕。那这是1968，我就感觉到那标签化的可怕，好像被1968带到以后就变成是一个危险的区域，那就变成这样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本来是一个服务型的，希望能够提醒，那就被标签化了之后，就变成很难洗脱了我今天看几天说，有列在区域的本来人很多，结果现在就人很少，没有列到里面去的人就变很多。所以我想我们作为还是要有一些精进的作为不过大家也不要把1968把它标签化，我们一步一步来我相信交通部一定会把这事情越做越好。好，那今天记者会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OK， 有关国内新型疫情的部分呢，刚下指挥官陈时中就宣布讲，近边呢国内又再个传出来好消息，就近边呢国内目前增加武汉肺炎呢也条口证个案。所以呢，一个指挥官陈时中记住强调讲，一个台湾已经连续21日目前增加本土感染个案呢。谈到一个消息呢，大家是态度动听，不过大家的防疫措施还是要牢记做好来。现在呢，也下呢防疫轻重要部分呢，就要对一个所有xã區嘅一條防疫也部分呢，為做到經營嘅防線為牢記做好來。故此呢，將係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卡接社數，還個有愛戴遮掩嘅也部分呢，係呢希望民眾多多來配合。然後呢，一下呢，關於總共累積嘅確診人數已經來到嘅432例哦。還個呢，一下呢，關於係新增加一下總共呢係6例來死亡嘅，然後呢，已經有332嘅民眾係解除隔離嘅，也係有關關於清醒嘅壓力統計數目是哦。還有有啲近比早晨嘅時節，一個斷毛乾脆所有嘅乾冰，總共有713人，今日呢早前都已經來解除隔離哦。還有呢，第廿八夜一個所有嘅調查所有嘅期間過後呢，就有發現到一般呢。關於某一個盤沙間當個並冇這個標出很嚴重嘅疫情，故此呢，此外所有人呢來檢測呢都係陰性過後，所有嘅阿邊個家庭呢都做得來解除隔離嘅。那呢規防鋪呢咩 TPA 針對嘅廿八盤沙間，特別到武漢肺炎事件來進行嘅檢討，除了呢近比在各地記者會現場同所有嘅國人來會視力，你表示講兩百呢啲英雄訓練嘅乾脆項都會來玩呢一類係算檢測嘅刺激來做上監控醫管來診斷嘅建議。能夠將一下電視機進來經驗呢，一下呢啲近比記者會現場就有媒體問到講，一下電視案件外帶最尾真件呢為無案訴訟哦。故此呢，針對一部分指揮官陳時中記住講到講，一下其實防疫還係輕重要，希望呢大家呢還係為多多來配合，一個帶最尾呢還係防疫動重要部分，還係希望呢大家呢為盡量來帶定哦。還講呢假使呢大家呢去到未看唔好去到人家面嘅素材啊，係呢盡量去到卡通風而無按到素材，一部分呢咪係對防疫有較好嘅。然後呢就會講認真一下呢一個關於嘅防疫真件係做到動好，故此呢一個全世界主要動的國家都堅稱說，咪希望呢來支持台灣來參加相關嘅世界衛生組織嘅大會。而個世界衛生大會呢，第一陣嘅5月18就會來舉行嘅。不過台灣今年呢還係冇辦法來參加相關嘅會議，到一個會議
开始以前呢，台湾更有办法来争取成功咯。而家美国呢就要来推台湾来发展哦。美国的国务院呢相关呢一路单位还有动作官员也报嘅啲推铁方，就要发现一个 Tweet for Taiwan 就是系从台湾来发展嘅意思哦。你看到呢一个文章呢係美國嘅國際組織嘅事務局，然後呢當局呢就有發文章來下定講，一般呢全世界表出武漢肺炎過後呢嘅中國家庭呢嘅做法呢係來暗抗疫情，不過呢台灣呢係做到暗好，做嚟講係全世界嘅好模範，嘅針對暗用嘅。前期呢，其實從係也嘅美國嘅國際規範署也係推理訴訟呢，佢咪有發出一篇文章呢，佢就有表示講，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啦，佢唔本台灣參加一個相關嘅 WHO 亦係 WHO 相關嘅體會，係違反一個聯合國嘅中心嘅原則咯。前主任呢，佢還有轉發一篇，呢就係也嘅美國國際組織事務局佢發嘅文章，佢就講其實台灣喺2017年以前呢。都做利用觀察人嘅成分來參加相關嘅體會，嘅一下台灣總嘅參加，意思係咪係講一下台灣所有人民嘅權益，無從先前按重要呢？佢就有啱啱表示講，一下台灣所有民眾權益係由本一個世界衛生體會來犧牲呢。係講呢，佢講到前面一個重點，佢就講，係咪係呢係認證台灣嘅價條係先出，大家呢係先出自家兩頭人，故所呢。一個世界衛生體會將會用暗用方式，唔本台灣來參加係愛來處罰所有嘅台灣人民咯。意思呢就係講，其實呢一個世界衛生體會做出暗用決定，其實呢係對所有台灣人民係多唔公道嘅。故此呢一下呢就用一個 Tweet for Taiwan 嘅方式，同台灣來發聲，希望呢同台灣來爭取參加國際組織嘅機會。嚟來看呢新聞報道。白宮新年發言人馬凱內尼抽日幾行特別場白宮記者會，重申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的不滿，重炮批評中國處理日前失當。But I will echo the president's displeasure with China. It's no secret that China mishandled this situation. They slow-walked information on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alongsid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didn't let U.S. investigators in at a very important time. 馬凱內尼也講到，美國當然幾乎4億到5億美金半世界衛生組織，那中國當然提供4000萬美金比起來多動多，不過WHO實顯面偏向中國，還係講到台灣當局強硬冇是見過平頭為人傳染。沙本復述，馬凱內尼還係直接講 WHO 當之後，而本美國直接答案。But yet the WHO appears to have a very clear China bias. I mean, you look at this timeline and it's really damning for the WHO when you consider the fact that on December 31st, you had Taiwanese officials warning about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e WHO did not make that public. 世界衛生大會為到5日重點場，美國國務院國際組織事務局抽日到推特連發了6條推文 ，#推文記住台灣，呼籲將台灣送入社會大會。國務院強調，世界抗擊之戰是在台灣。由 WHO 講，你也在本台灣的上半談吐。美國國務院公開建議，北京當局是因為全權戰術主動台灣參加。美國駐聯合國的代表團也推文表示，聯合國成立的宗旨是提供容納所有上嘅論壇，檢視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創辦，唔單止係模範台灣人民，更加侮辱了聯合國設計原則。下新聞傳從網電視綜合報道。一般呢，一個武漢肺炎喺全世界摧毀來呢，其實呢，所有全世界眾多國家，一下呢都堅批評講中國的一開始暗抗疫情，就係造成呢一下全世界的疫情傷亡很嚴重。係講呢一下呢，見到就認證講台灣嘅防疫整件係做到非常好，故此呢一下呢未來支持台灣，希望來爭取台灣做嚟參加相關嘅世界衛生大會嘅活動。就算講也拜台灣喺今年嘅時節，冇辦法呢來順勢參加相關嘅會議。唔過呢也拜呢認證講也拜疫情當中嘅全世界限係看到嘅台灣安全嘅表現咯。咁以上呢就按件俾同大家來整理嘅新聞重點，都會提供你早晨6點半嘅時節。想同新朋友繼續來收聽，客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有關疫情的最新消息。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的疫情資訊。我係陳彥祖，我係希里定。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的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 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